前段時間同大家講汕頭做數據出海第一城嗰條視頻咧，出街之後嘅反應就好熱烈喎。咁我後台收到好多私信啦，問得最多就係兩個問題啦。第一 ，token 究竟向邊個買㗎？我個人想用或者我公司要做 AI 應用，應該去邊度買？第二，算力出海呢盤生意，普通人或者中小企業有冇機會切入？今日咧就一次性同大家拆解清楚。嗱，首先我要糾正一個誤區啦，唔少朋友睇完汕頭 token 出海就以為，原來 token 好似外匯咁，可以去汕頭平買貴賣賺差價，唔係㗎，完全唔係。token 唔係一種可以攞嚟炒賣嘅商品，佢本質上咧係算力調用權。你買 token 其實係買大模型幫你計算一次嘅服務。咁究竟要向邊個買？分兩種情況。如果你係個人用戶，用豆包 ChatGPT 你俾嘅會員費，其實就已經係間接買 token 啦。產品運營方就係你嘅 token 買家。如果你係企業要自己開發 AI agent 做自己嘅應用，你就要去大模型廠商嘅開放平台買，比如字節嘅火山方舟、阿里嘅百煉、OpenAI 嘅 API， 按調用量嚟計費，用幾多扣幾多。好簡單，下游係買 token， 上游係買算力。好，明白咗 token 係乜嘢，我哋再翻轉頭嚟睇汕頭。汕頭做 token 出海，真正嘅核心價值唔係話汕頭嘅 token 買得平，而係佢打通咗一條合規嘅數據跨境通道。呢點先係最關鍵，亦都係最多人睇漏嘅。嗱，我俾幾組官方數據大家啦。根據汕頭市政府26年7月發布嘅數據，而家汕頭日均對外提供 token 超過150億，覆蓋 AI 智能玩具、跨境電商、數字人客服、AI 短劇等8大場景。咁增長速度有幾誇張？26年4月底先完成全鏈路嘅閉環驗證，當時每日先得1億 token 嘅調用量，唔夠1個月就飆升到日均8億，差唔多100倍嘅增長啊！點解可以增長得咁快？因為汕頭有一個全國獨有嘅政策優勢，叫做來數加工試點。咩叫來數加工？好簡單，海外嘅數據傳翻嚟，進入一個物理隔離嘅專區入邊做 AI 推理運算，原始數據全程唔離開呢個專區，加工完之後，將結果亦即係 token 服務輸出去海外。數據以保稅方式流動，服務可以出海，合規同效率兩者兼顧，呢個先至係汕頭真正嘅護城河。你諗下，以前國內企業要做海外 AI 服務，要麼就去海外建機房，成本高；要麼就行灰色通道，風險大。而家汕頭就俾咗你一條合法合規、低時延嘅出路。南方都市報有個講法好形象，5毫子一度電加工成 token 出海，身價就變成11蚊，漲咗22倍啊！呢個就係數字服務出口嘅威力啦。好，講完汕頭，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嚟啦，算力出海呢盤生意，我有冇份㗎？咁我就同大家拆解成4層，由輕到重，大家可以對號入座啦。第一層，貿易型最輕資產，做 GPU 芯片採購中介，算力供需撮合 AI 設備出口，賺嘅咧就係信息差同供應鏈差價。門檻唔算高，但係需要有行業資源，適合本身做開外貿或者係芯片行業嘅朋友。第二層，服務型中等門檻，亦都係我最推薦中小企業切入嘅方向。幫國內企業做海外 AI 部署、數據出海合規諮詢、跨境 AI 應用開發。呢一層嘅好處就係輕資產、試錯成本低。而家汕頭仲有政策扶持，比如算力補貼30%，單個企業每年最高保50萬。有技術團隊或者係企業客戶資源嘅朋友咧，呢一層就係最實際嘅切入點啦。而第三層基建型重資產，去海外建數據中心，買 GPU 集群出租算力。呢一層嘅門檻咧就非常高啦，動輒幾億起步，需要電力資源、政府關係，適合資本同大型科技公司，普通人就唔好諗啦。第四層平台型最高級啊，做海外版嘅火山方舟，整合上游算力賣俾下游開發者，技術、資金、品牌3重門檻。目前咧國內就只有字節、阿里、騰訊呢啲級別嘅玩家先喺度佈局。好多朋友就私信我話，我都想去汕頭做算力生意喎，咁有乜嘢係可以考慮做嘅呢？嗱，第一，由服務切入啦，做跨境 AI 合規諮詢，出海企業 AI 落地服務，輕資產起步。第二，做生態配套，算力產業園上下游嘅服務，比如人才培訓、運維、法務呢啲都係剛需。第三，做應用層，基於海外算力，做面向東南亞市場嘅 AI 工具 SaaS 產品。記住一個邏輯，算力出海係賣鏟嘅生意，你唔使親自去挖金礦，幫挖金礦嘅人買水買牛仔褲，一樣係有得做，而且更加穩啦。
咁我哋最後再嚟總結一下 ，token 唔係炒賣品，係算力服務嘅計算單位。汕頭 token 出海嘅核心唔係 token 平，而係合規通道。算力出海呢盤生意，普通人最好唔好掂重資產，由服務同應用層切入更加實際。咁呢個賽道嘅天花板有幾高？嗱，俾個數據大家參考。有機構預測26年中國 AI 算力嘅服務出口市場規模咧就可以達到456.8億美金，2030年有望突破800億美金，係一個萬億級嘅新賽道。但係機會永遠留俾有準備嘅人。